大埔禮賢會幼稚園安富道分校喺1979年3月正式開課，至今已經有45年。稍後我哋就會搬去大埔嘅富蝶村。我哋好想將一啲珍貴嘅資料記錄落嚟。今日我哋就返到分校去進行拍攝。左俊佬，非常之歡迎你今日返到嚟分校。好想咧聽聽你分享咧，當年係因為咩原因咧建立安富道分校嘅？我係孫立監。有禮賢會咧，大埔堂喺1966年慶祝建堂10週年暨成為治理堂嘅時候咧，就已經定下咗一啲發展嘅計劃。又得知到政府公布將大埔發展成為新市鎮啊，所以預計咧幼兒教育需求咧將會以倍數增加。大埔堂就一直儲錢等候機會。到1977年時，知道喺舊大埔墟火車站附近有一個已建成嘅樓盤，就係金富樓。雖然原來嘅設計係用作酒樓，但經過周長嘅討論同埋祈禱之後，終於喺1978年成功購入並改造成為幼稚園。喺購入咗校舍之後咧，喺籌備幼稚園開辦嘅時候，遇到啲乜嘢挑戰呢？因為大部分嘅儲備咧都係用嚟做咗首期，所以喺裝修方面就要精打細算，同時又要爭取時間，盡快完成，趕及開課。感恩當時得到紅磡堂一位做木匠嘅弟兄幫助，用活動高身嘅儲物櫃作為課室間隔之用，同時咧可以提供大量嘅儲存空間，一舉兩得，以至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完成裝修。另外，當時地面係鋪緊紙皮石，之後上邊鋪上地磚，令環境更加安全。不如我帶你去見余校長，等佢講多啲俾我哋知啊！好啊 ，OK。余校長啊，我哋好想知道咧，當日開課嘅時候咧，其實遇到啲咩困難啊？困難一定有嘅。分校喺呢度開辦嘅之前咧，有個宣傳。校舍聲明推行活動教學呢個宣傳咧，令到家長咧好渴望入讀我哋呢個學校。即係報名嘅情況咧，真係好擠擁嘅。咁我哋開學嗰個日期咧係79年嘅3月。跟住去到79年嘅9月開始咧，就高低幼3級啦，我哋都有啦。有一段嘅時間咧，就去到20班。幼稚園咧，而家咧係有工作超過20年嘅教學人員，佢哋見證緊咧幼稚園嘅演變。今日咧有何主任咧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大埔禮賢會幼稚園咧，今年已經67架啦，我哋不斷咁完善。學生所有嘅書包咧，曾經係用啡白格式嘅，而家係黃藍色嘅。學生所穿嘅校服都出過唔同嘅款式㗎。而家嘅校服係夏天嘅裙同埋褲，同埋冬天嘅校服同埋運動衫。學校已為學生設計新穎嘅校服，喺嚟緊2024年9月開始轉村。除此之外，仲有喺課程上亦有唔少嘅優化。主題教學由原本用出版社嘅主題書，發展到而家選用優質嘅繪本圖書。喺環境創設上邊，我哋善用咗唔同嘅空間，例如利用禮堂進行體能活動啦，用1樓大堂進行音樂活動啦。喺各個嘅課室均設咗7個區角，讓幼兒透過唔同嘅感官學習同埋探索嘅機會，促進咗全人嘅發展。徐老師你好啊，都好想請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幼稚園嘅教學特色。好啊，學校一向着重靈育同埋德育，現時更加入咗正向嘅元素，發展出校本嘅生命教育，俾幼兒有正確嘅價值觀、良好嘅行為、正面嘅思維模式。學校不但以遊戲為教學策略，而家每日更加入了自由遊戲的時段，俾小朋友自主自由參與的機會。黃長老，知道咧你做咗校監20年，好想咧聽你分享一下咧幼稚園點樣由一個非牟利私立嘅營運轉變到咧今日我哋接受教育局嘅資助。自從分校成立之後咧，我哋本着以基督嘅愛
同埋非牟利嘅宗旨嚟到辦學，着重課程嘅改革同埋師資嘅培訓，為大埔區適齡嘅兒童提供學前教育，又慢慢就喺大埔區建立起良好嘅校譽，深受家長嘅歡迎。所以當教育局喺2007至08學年推出呢個資助計劃嘅時候，幼稚園就成功參加咗學前教育學券嘅計劃。之後喺呢個2017至18學年更成為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嘅學校，一直到而家。李長老喺2022年咧，分校向教育局申請遷校嘅時候咧，你係當時辦學團體堂董會嘅主席，都想知道咧當時點樣作出呢個決定嘅？其實喺過去幾年咧因為分校所處嘅呢一個區咧係不斷老化，咁另外全港嘅出生率咧亦都持續下降，再加上我哋呢個校舍咧亦都係漸漸殘舊啦，所需用嘅呢個嘅維修費用咧實在係好高昂。咁好感謝天父睇到我哋嘅需要啦，喺22年嘅7月咧，我哋接到教育局有關申請遷校嘅通告，咁咧當中就喺大埔咧就有一個新嘅屋邨將要成立，即係富蝶邨啦。咁我哋校董會同埋辦學團體經過探討研究咧，最後就決定作出申請啦。對於富蝶邨分校將來嘅發展，又有啲乜嘢期望呢？喺我哋作出申請嘅時候咧，就訂立咗學校嘅發展願景，愛在校園，心繫家國，喜於探索，樂於學習，即係希望以愛心同喜樂作為發展嘅綱領。期望學生同家長可以喺愛嘅氛圍裏邊，讓小朋友愉快咁樣學習。大埔禮儀是一家。大埔禮賢會幼稚園喺安富道已經經歷咗45年啦，嚟緊將會去到富蝶邨展開新嘅一頁。歡迎大家繼續以唔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讓學校持續提供優質嘅幼兒教育。